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 Cindy 媽啦。嗱，今次呢個咧好似衣領嘅物體，但係佢呢個好得意嘅係闊啲嘅，另類一啲嘅。因為咧如果你記得喺個介紹過嗰本書裏邊咧有兩個衣領噶嘛，咁我記得又係，如果我再唔去教咧，我又會遺漏咗嘅。咁所以咧，我要教埋啦。咁今次呢個領我就中意佢咧比較特別，佢唔係圍住嗰個頸嘅，佢係圍住件 T 恤。係喺度膊頭嗰度嘅，咁所以呢就特色啲咯，又有啲好似好宮廷嘅懷舊，有啲咁嘅揼水咧，我覺得又真係幾靚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中意呢個質地啊，或者係呢個款式啊，你用唔同嘅質地去織咧，就春夏秋冬都用得啦。咁幾好睇啊，唔錯啊。咁呢個揼水又好容易搞嘅啫喎。同埋咧有得學嘅話，呢個揼水嗰個綁法咧就少有啲，咁所以我都覺得幾值得學下嘅。我又中意佢咁樣搭住，當堂靚晒。如果我覺得你哋熟練嗰啲咧，你去發揮下你個小宇宙咧，你將佢織大少少咧，就好似一個小小嘅領披肩咁都可以嘅，所以唔錯嘅，值得介紹嘅，一齊去學啦！噔噔，睇下我哋今次呢個衣領係幾靚。係啊，佢係比較闊啲㗎嚇，即係唔係圍住條頸嘅，有個膊頭嘅，呢一個有少少闊啲嘅，跟住最主要就係有一個咁靚嘅揼水喺前邊咧，佢就咁打裂就可以棘住咗呢一個款㗎啦。咁記唔記得呢一個係即是邊度啊？嗱，有書㗎嚇，就係織呢一個啦。嗱，我哋上一次學咗就係呢一個啦。咁今次咧，我要教埋佢，我驚我會即係整下會漏咗啊，所以打鐵趁熱，快啲再織埋呢個佢，咁我就安樂晒啦。所以我哋學埋呢一個佢，你睇下幾靚。嗱，我雖然就冇佢嗰個白色嘅材料，但我揾到類似咁樣嘅，都效果都靚。咁嗱，我呢個就幼身啲嘅，個效果都非常靚，係咪 ？OK， 咁所以我哋都照學咗佢嚇。嚟啦，先睇下材料嚇。嗱，呢個線咧，你就係用翻呢個係我諗唔夠1mm 嘅線，但係佢就會係要重身啲嘅，就唔好用即係用嗰隻棉線重啲嘅就會靚啲。咁因為你買呢隻幼線咧，係可以配合到2.5mm 嘅鈎針，即係4號鈎針就最好啦。咁你去買嗰啲如果去 Daiso 買咧，佢應該有埋嗰個指引俾你㗎，嗰張紙裏邊。咁呢個亦都係我舊嘅材料咧，我成日都用緊佢㗎。因為嗰陣時我買咗好多翻嚟啊，我成大包買咗翻嚟，但係佢質地真係好靚㗎，而家亦都買唔翻。咁所以咧，我好多嘢都用緊佢嚟織嚇，又啱用啊嘛。OK， 好，咁跟住就係縫針、鉸剪、拉尺。拉尺就係其實都係睇下有冇需要用到啦。咁最緊要就係用預多一個咧，你哋預備一張卡紙。咁我呢度就求其攞啦。咁呢張卡紙咧，本書咧就係建議你咧要20cm 嘅長度嘅，即係呢度有成20cm嘅。但我覺得咧嗱，20cm都幾長下嘅嚇，咁我又覺得唔需要咁長啦。咁呢本都夠，我哋最多翹鬆啲咯。咁呢個我都有17cm嘅。咁如果你中意好似佢個書咁長，你咪自己揾張硬卡紙度到20cm 咁長咯。OK， 咁咪隨得你啦。我就覺得17cm 夠啦，對我嚟講嚇。同埋佢有個厚度啊，咁翹咗剪完之後，佢都差唔多有成18、19噶啦。咁我覺得夠噶啦，可以噶啦。而且我另外嗰個版我仲短啲，好似得15cm 添嘅咋。咁我覺得都已經靚，咁所以俾你一個對比啦。OK， 好，預備好晒之後，我哋就睇圖畫啦。嗱，翻嚟睇個圖啦。嗱，佢個圖其實都好簡單嘅，就幾行就織完噶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行，但係你要小心啲，唔好太過激動嚇。佢7行咧都係會有啲織法係唔同嘅，咁所以基本上你每一行都睇住佢嚟織就會穩陣啲啦。每一行都有唔同嘅大同小異，咁你如果好少少嘅失誤咧，你就錯咗噶啦。OK， 你以為得啦，睇住呢度咁樣織啊，得啦，同上邊一行一樣啦，咁一織咧就係咪錯晒？咁變咗冇咁靚咯，係咪？爭少少就少少噶啦嚇，所以我哋唔好咁衝動咁去織啊嚇，細心啲去織。OK， 好啦，
咁呢一度咧，因為呢條衣領咧係比較大啲嘅，咁你記住你預嘅材料都要起。衣領佢本身要嘅材料都唔係好多嘅，基本上如果以線嚟講咧，50個 gram 嘅線咧係絕對夠嘅，因為佢幼啊嘛，咁所以佢個長度就夠嘅嚇。因為呢啲衣領通常都係比較幼一啲嘅。好啦，咁嗱佢叫你咧跟足佢做咧，就必須要起185針嘅。即係啱針數啱呢個線嘅話咧，就要起185針。咁我都係會起185針，但係我教你織就唔好咁長去學個花啦，因為佢只係基本上個花就根本係得佢或者14針一個花嘅。咁即係其實我哋學呢一橛就已經夠噶啦，學頭、中間同埋尾，咁就已經織到成條噶啦。咁我亦都同大家逐行去織嘅，好好玩嘅。咁我哋就開始先啦嚇。嗱，我咧其實都有跟到佢咧，就起咗基本正確嘅 size 咧，就必須要起185針嘅。咁我呢度都有起咗一個版咧，係185針嘅，但我留翻咧最尾嗰行先再織翻呢個原裝咁長嘅版，所以我而家唔做呢個住，我只係做縮影，即係話因為其實開頭同尾有啲唔同，中間就一樣咁樣織法噶啦，所以咧我就教大家織2個花就已經係等於成條個循環啦。咁因為頭尾係有唔同，咁所以我只係織一橛嘅花，大家做織呢一橛就等於全條學晒噶啦。OK， 咁所以我哋而家我就起31針就夠噶啦。記住你哋係織185針噶吓。好啦，31針拎開先，起針起鎖針咁簡單，支針喺住自己度啊，線搭住佢繞一個圈，推出去拉過嚟，索實佢。呢個係第一針。咁而家我哋起31針，只係愛嚟練習呢個花嘅啫。OK， 咁我哋就起咗31針先。一針推出去拉過嚟，2針、3針、4針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如此類推，31針。嗱，開始逐行細心啲跟住做咯喎，好快嘅啫嚇，係第一行會難少少，因為佢要織呢個波浪出嚟啊。咁嗱，我哋185針咧，只係嚟到呢度嘅咋嚇，嚟到呢度185針只係嚟到呢度，然之後咧佢就叫你織1、2、3，先織4個鎖針，然之後2個長針係一齊織嘅，睇住啦，4個鎖針，然之後2個長針。咁我哋而家咧就織4個鎖針先，1、2、3、4，好啦，就喺翻頭先185針最後嗰一針，就篤一個單邊，先做一個未完成嘅長針一個啦喎，然之後第二個咧就係喺隔離前一個嘅鎖針單邊，又係織嗰個未完成嘅長針。好啦，織完之後一次過拉晒佢，咁就完成咗第一個啦。之後咧就3個鎖針，1、2、3，就做同一個頭先嘅位置做2個鎖針。咩叫同一個位置啊？就係話頭先第2針嘅長針嗰個位置咧，呢度做咧就係做2個嘅長針啦，1、2。咁就完成咗呢一紮嘅花啦。咁然之後隔離咧就係織1、2、3、4、5個長針喺隔離每一針織，曉啦喎，織單邊下，1長針下，1、2、3，拉好啲去睇啦，3、4、5，好啦，咁又織到嚟掹靚啲先，織到嚟呢度咯喎。哦，而家有個咁樣嘅三角形喎，就係話3針織埋一針，就係話之後嗰3個鎖針嘅上邊咧，就係織3個未完成嘅長針，然之後黐埋佢一齊做。睇住啦，翹一下喺隔離呢度篤單邊。1針長針未完成嘅，翹2條線先，再翹一下喺隔離中間呢度，又係織單邊拉上嚟，翹一下，
第三個未完成嘅喺隔離，即係做3個未完成嘅長針。而家一次過拉晒佢。好啦，咁就做咗呢一個位咯，跟住亦都做翻5個嘅長針啦。開始5個長針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啦，5針之後又點啊？你會發覺咧，就係開始就係做一個最後呢一個針之後咧，就會做重複嘅動作噶啦。之後就係做一個嘅好似個貝殼咁樣嘅，就喺隔離嘅一針裏邊咧，織單邊先織2個長針，1針、2針，然之後3個嘅鎖針，1、2、3。再喺同一個位置織2個嘅長針，1、2。OK， 咁就搞掂咗咯。好啦，而家咧就再重複，又係5個長針，就織呢個位啦。又再5個長針，就變咗去到本來喺呢個位，而家咧我就縮咗佢啦，就去到尾嗰度啦。清楚嘛？咁而家我哋織咗嚟呢個啦，先做咗5個嘅長針先啦。1、2、3、4、5，係咪？係咪嗱？做完呢個啦，頭先做咗呢個，然之後就5個長針，做咗呢個。再5個長針，又重複做翻呢一個貝殼噶啦。咁但係呢個貝殼我唔再做啦，我就一飛就飛過嚟尾啦，就係代表咗呢個貝殼嘅。OK 啊，嚇好。咁而家咧2、4、5之後咧做3針嘅縮埋一針先，1個長針，第2個未完成加長針，第3個。好，然之後先一次過拉晒佢，跟住又做翻5個嘅長針啦，重複緊啦嚇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啦，嗱，本來5個之後咧，即刻又做呢個貝殼花噶咯喎，但係我哋而家。佢已經重複噶啦，5個貝殼花之後5個長針，又做一個3個嘅長針未完成長針咁樣去做噶。咁我哋縮短時間啦，呢度唔再教啦，因為呢度同呢度咧一路去咧就重複嘅，去到尾咧嗰一個貝殼咧就點做咧就要睇下啦。而家我哋就係做到呢個尾啦，5個長針之後咧，隔離呢度做2個 V 字嘅，先喺隔離呢度做2針，1針。2針嘅長針係同一個鎖針上，喺呢個跟佢做嘅啫，跟住織3個鎖針，1、2、3，再喺隔離就織1個長針同埋1個加長針啦，喺佢隔離織1個長針，然之後再織。有少少漏咗，爭咗一針係啦。我哋呢度做咗個 V 噶嘛，然之後3個鎖針，然之後呢度咧係做一個倒轉嘅V， 即係同開頭嗰度一樣啦，對比翻嘅，我都爭啲錯咗添。咁而家拆咗佢先。嗱，嚟咗要3個鎖針，就喺同一個位置咁樣做下，先翹一下，喺翻頭先 V 字個位置嗰度。再做一個未完成嘅長針，翹一下，然之後就喺隔離咯，隔離嘅鎖針呢度，隔離嘅鎖針，再做一個未完成嘅，然之後就拉晒佢啦，咁先至為之啱晒。頭先我都食咗1針添，做完之後咧，就喺翻呢度同一針咧，就做一個加長針啦，就喺翻同一針頭先
尾嗰個織嘅長針嗰度咧，同一個位置翹兩下，翹兩下，呢度有兩粒嘅，翹兩下，一二喺翻呢度織一個加長針，最尾個針下。OK， 好啦，咁啊完晒啦，進攻第二行，睇住啦，第二行兩個鎖針，一二轉彎，整嗰個長針咧就係喺三個鎖針裏邊嘅，跟住喺呢度頭先之前嘅三個鎖針裏邊就咁織個長針，跟住做下，跟住長針之後三個鎖針，一二三，好，跟住篤去邊度啊？又係篤翻喺個頭先三個鎖針嘅大窿裏邊，好好玩嘅，跟住佢去做，唔會錯嘅。好啦，做完呢度咧，誒咁得意嘅，篤完大窿之後咧，佢話一個鎖針就篤翻呢個長針喺呢度喎，就睇住啦，一個鎖針篤翻一個長針，即係頭先 V 字嘅上邊呢度 ，V 字上邊呢度。做完之後咧，就係一個鎖針呢度嚇，頭先我哋已經做咗呢度鎖針，亦都做咗呢個 V 字嗰度。好啦，跟住就隔針織啦。一個鎖針隔一針，一針一個鎖針隔一針，兩針。但係咧隔咗之後，你要留意翻一啲嘢啦。呢度就有少少巧妙嘅教你做啦。而家鎖一個鎖針先。頭先我哋已經做咗一格啦嘛，一個鎖針，然之後隔一格喺隔離做一個長針。好啦，又一個鎖針。而家咧我哋已經係做到。隔咗一格做到呢度啦，中間咧我哋要三個鎖針三個長針做過喎，跟足佢做咯喎，而咁樣咧係要隔兩針嘅喎，睇細緻啲啊嚇。好啦，睇住咯喎，咁我哋一個鎖針先，再翹，我睇下冇錯到先，一二啱啊，一個鎖針係啱嘅，仍然係隔一針，篤落嚟呢度，先織一個未完成嘅長針，一個先，跟住就係隔兩針咯喎，一二喺中間拉上嚟，有一個未完成嘅，再翹又係隔兩針，一二喺呢度又拉上嚟，咁而家咧一次過拉晒佢，織咗呢個花咯喎，咁好啦，再去啦，一路去啦，就開始重複啦。就係一個鎖針翹一下，隔一針織一個長針，又一個鎖針翹一下，隔一下織落呢度，跟住一個鎖針長針就篤落呢個大窿嗰度，貝殼嗰度大窿，一個長針之後三個鎖針，一二三，翹一下篤返呢度做一個長針。全部都係跟圖去織嘅，見唔見啊？重複咯喎，一個鎖針喺返呢個 V 嘅上邊做一個長針，跟住有一個鎖針，隔一針織一個長針，跟住一個鎖針，隔一針織一個未完成嘅長針，翹一下。跟住隔兩針，一二拉上嚟，跟住再隔兩針，一二又拉上嚟，一次過拉晒佢。咁樣係咪已經重複緊啊？頭先我哋由頭先由呢度織嚟到呢度，而家又將呢一段再做一次，咁應該就即跟住呢一度嘅。但係因為我哋縮短咗佢，咁一跳咧。就照到去尾咯喎，同樣做法，一個鎖針翹一下，隔一針，一個鎖針隔一針嚟到呢度，你織睇住個圖織下，你就已經識㗎啦。尾個針之後係點啊？原來我哋咧係織到嚟呢一個嘅長針之後，呢一個頭先長針上面之後咧，我哋先做一個鎖針。喺返個大窿度織一個長針先，織一個長針之後咧，照樣做三個鎖針，仍然要做多一個嘅長針喺個大窿裏邊。
好啦，做完之後咧，就見你仲有一個長針喎，見唔見啊？呢個長針咧，原來你係篤落去尾嗰度嘅，做咗一個長針篤翻去頭先上一行夾住嗰個 V 字嗰度，翹一下，頭先要有個 V 字嘅上邊呢度，捉一個長針，咁呢行先至就完咗第二行，跟住第三行上1、2轉彎。跟住兩個鎖針之後，隨即就去大窿嗰度織一個長針，從呢度完全一樣啦。三個鎖針，1、2、3，篤翻落嚟個大窿嗰度。好，之後點樣做啊？原來咧，今次咧三個鎖針之後喺個大窿度咧，我哋必須要織兩個嘅長針。兩個長針之後咧，我哋就再織1、2、3、4、5個長針先至做中間呢個動作嘅。我哋做咯喎，1、2，飲水先，教下突然間個喉嚨乾痕。好啦，兩個長針之後咧就開始嚟咯喎，跟足呢個做下，就5個嘅長針咯喎，每一針都織喺呢度1，睇清楚1、2、3、4、5，冇錯。好，喺呢度一針1，第二喺個窿嗰度啦，2、3就係個長針嗰度啦。4又喺個大窿嗰度照織咯喎，5啦，喺翻長針嘅上邊。好啦，織完5針之後點搞啊？織完5針之後咧，原來咧頭先就已經嚟到呢度嘅，咁我哋做一個倒 V 字嘅兩個長針去織咗佢啦，跟足佢去做啦嚇，翹一下。OK， 要明白嗱，佢而家兩個咧翹一下咧，就喺兩個嘅鎖針嗰度去做嘅。咁即是換言之咧，就喺邊度做咧？就喺呢兩個大窿啦。頭先倒三角之後，呢度有兩個鎖針噶嘛，咁就係喺篤落個大窿裏邊一個未完成長針，再翹一下隔離呢個大窿嗰度，再捉上嚟未完成長針，咁就做咗呢一個度嘅位置啦。咁開始由呢度開始咧，亦都織5個長針啦，1、2、3、4、5，就嚟到呢度啦，睇住咯喎。咁咧就係數1針，1、2、3就喺翻個長針上邊咧，4就都落大窿啦，跟住就5啦，係5針嘅。好啦，5針之後咧，就去翻而家呢個位置咯喎。咁我哋原來呢個大窿裏邊咧，我哋必須左右都織兩個嘅長針嘅，跟足去做，翹一下喺呢個大 V 度做足兩個長針啦，1、2，兩個長針中間俾翻3針鎖針佢，再兩個嘅長針。係咪啊？每一行都唔同，每一行你都有嘢學嘅，都有挑戰嘅，咁你咪唔悶咯。好啦，嚟到呢度啦，又重複啦嚇，5個長針啦，重複咯。咁就1、2、3、4、5。好啦，5針之後咧點搞啊？就係篤落一個兩個，呢個一個兩個，一個長針未完成嘅，再篤隔離呢度兩個未完成嘅長針，就完成咗呢度啦。咁又重複翻1、2、3、4、5咯，然之後貝殼花咯，就係咁樣做法啦。翹住咯喎，1、2、3、4、5啦，嚟到呢度啦。
好啦，完成咗呢度之後咧，都未又做咗一個嘅頭先有個3個鎖針嗰個大 V 嗰度咧，我哋就喺呢個大窿裏邊先織2個長針先，1、2，即係話其實已經係重複翻嚟咗呢度噶啦。不過而家我哋當織完啦，已經去到尾啦，翻嚟呢度啦。頭先喺呢度去到尾嚟到呢度啦。咁我哋就已經做咗呢個2個嘅長針啦，就做翻3個鎖針啦。1、2、3，再喺翻個大窿裏邊先織一個長針先。咁跟住仲需唔需要再織啊？係需要織嘅，織多一個長針。呢個係2針織埋1針嚇。咁我呢度就唔好就要織咁樣嘅，先篤落個大窿度織一個未完成嘅長針，再織翻嚟前邊頭先呢一個位置呢一度上邊咧，又織一個未完成嘅長針，就2針織埋1針，就係咁樣。就完成咗呢度尾啦，再上行又織呢度啦。咁啊織呢度嘅時候咧，你唔好以為咪一樣，唔係嘅，而係格位嗰度有啲唔同嘅。呢度頭先就2個大窿，而呢度咧你會見到係隔成3個圈噶，係中間呢度格位唔同啫，其他都一樣。咁你就唔好大意咯嚇，嚟咯上去，1、2轉彎，先捉落個大窿嗰度做一個長針。跟住3個鎖針，喺翻個大窿裏邊先織2個嘅長針，就呢行就比較熟啲噶啦，因為同上面嗰行差唔多咁樣織法嘅啫。好，跟住咧睇住咯，嚟到呢度咧，同樣地啦，織5針嘅，1、2、3、4、5之後咧就做呢一個嘅丫叉，但係呢個丫叉咧今次係中間係跨過1針、2針、3針咁多嘅。咁所以我哋要先做咗5個長針先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啦，5之後又點做法啦？做一個大嘅跨住咯，先一個未完成嘅長針，跟住再跨3個針，1、2、3，第4個就做一個，再做一個未完成嘅，就一次過拉晒佢。咁呢個就係咁大嘅，就做咗呢一度啦。1、2、3，見唔見啊？好，跟住就重複咯，又係好易咯。重複咧就係5個長針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啦，嚟到呢個盡頭啦，就嚟翻呢個大嗰個貝殼花啦。咁就係中間嘅大窿裏邊先織2個嘅長針，跟住3個鎖針，再喺翻個大窿裏邊織2個嘅長針。好啦，咁又嚟啦，重複緊就係呢度5個嘅長針之後，中間呢度隔3個。嚟到尾就已經織完呢行啦嚇，自己試下玩下啦。嗱，眨眨眼就咁快織到嚟呢個位置啦嚇，呢度又同大家一齊織啦，咁快又可以再上去啦。咁樣咧就係嚟到最尾嗰個啦，就係喺個大窿裏邊仍然係織翻2針長針先啦。織完2個長針咧，就係織3個鎖針啦，即係呢個位置啦。1、2、3，好啦，跟住先篤一個大窿，一個未完成嘅長針，再喺頭先呢度上邊，頭先上個鎖針加長針嘅上邊咧，做多一個嘅未完成長針，一次過織晒佢。又織下一行咯，同樣地2個鎖針，一個長針喺翻個大窿嗰度啦。呢個做法同上行一樣做法，只不過咧嚟到呢度啦。做完個貝殼花之後，一樣係5針嘅喎，1、2、3、4、5，就開始又發覺原來係要織3針嘅長針喺中間嘅，就係話1針喺呢度，跟住隔1針中間，然之後隔1針中間，咁就做咗呢個 V 字花啦。咁做咗呢3個花之後咧，重複翻5針長針一個貝殼花，咁呢一行就容易好多啦。睇住咯喎，先嚟2個嘅鎖針轉彎。翹一下喺正個大窿嗰度做一個長針 ，OK，
好啦，做完之後咧就3個鎖針啦，1、2、3，同樣喺個大窿裏邊織2個嘅長針，之後咧就織5個嘅長針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啦，5針之後又發生咩事啊？就中間呢3個咯，翹一下，先織一個長針。好，原來咧就係要隔一針喺正中間呢度織一個長針，再隔一針喺呢度再織一個長針。好啦，織完之後又再織1、2、3、4、5個長針，就嚟翻呢個大貝殼咧，就篤喺裏邊大窿裏邊2個長針，3個鎖針，再2個長針，咁咧又再重複翻呢度係5個長針啦。1、2、3、4、5個之後咧，就喺呢度長針隔一針，長針隔一針，長針，清楚嘛？咁我而家咧就唔出聲咁織俾你睇啦。好啦，咁就重複咯，梗係咁樣嘅5針啦。1、2、3、4、5啦，好2針啦，1、2、3個鎖針，之後再同樣第一個大窿裏邊織2個嘅長針，跟住有5個長針啦，1、2、3、4、5個之後咧，睇住咯喎，先織1針長針，跟住隔一針喺正中間織一個長針，再隔一針。呢度隔一針係唔需要，上邊係唔需要隔針嘅，下邊隔一針到呢度啦，就係個款啦。跟住咧又5針咯喎。嗱，如果你織花嘅話咧，佢就係不停咁去啦。咁而家我哋咧縮短咗啦，咁就已經係去到尾咯喎。1、2、3、4、5，幾快就嚟拉屎嘅2行啦。5針之後咧，喺翻呢個大窿度做2個長針，記住嚇。1、2，嗱，佢呢個花就正在行都唔同啊嘛，咁你先至冇咁悶啊嘛。我有2針定3針，我掛住講添。3針嚇，我呢度得翻2針啊，3針。跟住嚟到呢度啦，又做翻呢一個同樣嘅動作噶啦。3針之後咧，先喺翻呢個做一個未完成嘅長針喺大窿嗰度，跟住再翹一下喺翻頭先上邊嗰個嘅起針嗰度，咁就做完咗呢一行啦。上最後啦，尾耳啦，呢度就係隔個去做嘅。上2針先啦，1、2做法完全一樣，轉過嚟，跟住就喺個大窿裏邊織一個長針。織完長針3個鎖針，好啦，睇睇先喎，唔好衝動咯。原來今次只係喺個大窿裏邊織1個長針咋嚇，大窿裏邊織1個長針，3個鎖針即係大窿織咗個長針。咁跟住點啊？原來咧佢就叫你隔1個鎖針喺呢度做一個嘅長針，睇住咯喎，隔1個鎖針就喺翻頭先呢一個嘅前邊呢一個花呢度。即係3個鎖針前面呢個長針呢度做到篤翻落去先，好，跟住就鎖針隔一針織長針，鎖針隔一針織長針，鎖針隔一針織長針，全部都係咁樣隔啦，鎖針隔一針織長針，
嗱，如果你織得啱咧，中間呢度係垂直嘅嚇，冇歪嘅嚇，一個鎖針，隔一針，一個鎖針，隔一針織，一個鎖針，隔一針織，鎖針，隔一針織，咁就啱嘅。如果你織到嚟呢度啱啱係大貝殼花嘅上面，呢度真係冇錯啦。咁仍然係跟住點啊？跟住咧就只係需要一個鎖針喺呢度，就係每邊只係做一個嘅嚇。前邊嗰3行係每一邊係做2個嘅長針啊嘛。而家呢行咧只係做每邊一個長針嘅啫，所以呢行要留意翻啦嚇，又唔好咁衝動啦嚇。咁我哋篤到呢度之後咧，仍然先嚟一個鎖針喺個大窿裏邊篤一針，3個鎖針。再喺翻個大洞裏邊織1個長針就夠啦。好啦，之後又做嚟格仔咯，鎖針喺翻呢度開始，第一針鎖針下邊隔一針，鎖針隔一針，開始其實已經有重複緊前邊第一個較嗰度啦，鎖針。隔一針，鎖針，隔一針，鎖針，隔一針織長針，鎖針，隔一針，係咪好快？已經尾二個行咯，呢度嚟到呢度，鎖針，好啦，啱嘅就啱啱好啦，貝殼嘅定呢一個位置。好啦，之後咧有一個鎖針嚟到呢度啦，最尾啦，啊唔係，等喺邊先？呢邊，啊唔係下邊嗰度，我睇錯咗，係呢行啱啊，冇錯，呢個位置啦。咁啦嚟到呢度之後咧，就係先一個鎖針做一個長針先，喺個洞裏邊織咗先，跟住就3個鎖針啦，埋尾咯，又係一個鎖針大洞裏邊未完成嘅，再翹一下。再篤翻頭先下邊嗰個長針拉上嚟，好嘢！咁就做最後嗰行啦。最後嗰行咧，嗱你先睇睇呢度先。咁其實呢度咧，你會見到係咁樣去嘅，即係話中間我哋係有加到針嘅，係咪都好靚啊？雖然嚟到，雖然咁短，佢最主要我哋學呢個花啫嘛。因為根本咁樣叫一個花，咁樣一個花係重複嘅，咁我哋學埋頭頭尾尾，咁中間咧其實就有加針嘅，咁你會見係有少少向外闊嘅，唔係直嘅。OK， 好啦，織到呢度點解我唔織啊？因為我想織翻我哋嘅原裝正版啊，185針嘅，俾你睇下啦，織最後嗰行啦，我哋一齊就係織呢一行啦，見證啊嘛。見證啊嘛，一樣做法㗎啦。咁我哋先望下先啦，唔好再睇圖啦。先2個鎖針呢度做法一樣啦，跟一個長針，跟住3個今次唔係3喎，係4喎，所以我都爭啲衝動啊。4個鎖針，然之後喺翻呢一個3個鎖針上邊就係今次係織2針啦。咁跟住咧呢度織幾多針啊？織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喎。睇多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針之後咧，就喺呢2個嘅長針嗰度做個咁樣倒住 V 喎，記住啦嚇，係8針嚇。到 V 之後又數翻8針㗎，你應該係1、2、3，我冇數錯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啱啦，咁就重複呢一度啦。好，我哋試下眯埋眼。做先嚟咯喎，最後一行啊嚇，2個鎖針上，1、2轉彎，你睇呢條幾大條，185針㗎，鎖好啲線先，唔好打棘。哎呀，真係有啲打棘啊！好，搞掂咗之後，翹一下。翹一下喺翻個大洞裏邊，一個長針，3個鎖針，1、2、3，跟住今次係做2個長針啦，1、2、
好，跟住8個長針啊嘛，1、2、3、4，就係篤落個大窿嗰度，5就篤落個長針度，6又出落個大洞度，跟住就7啦，又係長針，8又係大洞。好啦，跟住係點樣啊？我都要睇下，唔記得咗。哦，係啊，爭啲唔記得做呢度嚇。2、4、6，我數漏先。1、2，我睇清楚先嚇，我自己都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啱啦。嚟個大洞度之後咧，就係長針，呢度中間有隔3針，隔一個。OK， 明。咁而家你中間咪有3個嘅，1、2、3嘅，咁我哋咧就係先將一個未完成嘅長針喺呢度1，再翹一下，一個隔離呢度跳嚟呢度，就係咁樣做咗佢啦。OK， 咁跟住咧又係做翻喺個大洞裏邊啊，8針咯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啦，啱好啊！8咧就去翻呢個大 V 嘅上邊嗰一針嗰度嘅。哎呀，做得好啲先，記住喺度呢度先。哎呀，好似頭先應該係4針，撲再翹2針，1、2，中間咧係4針嘅，1、2、3、4。一陣我睇下我呢度係咪4針先，我呢度好似漏咗啊，所以我一陣要擦一擦佢再織過嚇。做埋俾你睇先，掛住應該係4針，爭少少，我係好緊張，我會拆晒佢。好啦，重複緊啦，記住啊，呢度係隔4針啊，咁先靚嘅。好，要完美嘛。好啦，嗱，做咗4針之後，再重複嚟緊咯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織咗嚟大洞嗰度有8針嘅長針，跟住你會織一個長針嘅未完成長針同呢個未完成長針一齊織咗佢，開始又織翻8針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喺剩嘅呢個位啦。嚟到呢個8之後咧，就喺呢個大洞裏邊2針長嘅4個鎖針，再2針長嘅，就係重複不斷咁織到去尾為止。呢一個就係最尾嗰行啦，一齊織好啦。我哋翻嚟咧，織到尾咧，睇到呢度啦，最後嗰行啦，好開心啊！嗱，呢度一齊織啦，好唔好？嚟到呢度咯喎，咁就4針啦，1、2、3、4，最後嗰橛又唔係呢行啊，係你哋熟未啊？即係其實織下一橛就熟噶啦。咁跟住呢度咧就係8針嘅長針啦。我都唔知自己有冇走出鏡頭，成日都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啦，8針之後咧，跟住呢度做咩？呢個做一個未完成嘅長針，隔1針喺呢度，就係咁樣啦。咁跟住又做翻8針咯喎，1、2、3、4、5、
7、8，啱啱好。好啦，到尾呢度啦，呢一針咧就係做2針嘅長針啦，喺個大窿裏邊1、2，好啦，跟住做4個鎖針喎。呢一行係1、2、3、4。好，喺呢個篤落去之後咧，一個未完成嘅長針，再篤落頭先做嗰個長針嘅上邊咧，咁就真係完成晒啦，幾靚！好啦，咁我哋個鉸剪做完就可以 cut 咗佢，就收咗條線先。咁我哋最後要做個揼水，就完成咗呢個咁靚嘅頸繩衣領嘅啦。咁我哋求其做一個紅針啦，頭尾都一樣噶啦，可以收晒佢噶啦，冇乜問題。我哋收一個先啦，哈哈，我又唔記得咗借專心神器出嚟添，靜雞雞喺呢度穿咗先，唔俾你哋睇，因為右針穿咗條線先，咁樣咯，穿咗落去啦。嘿，好 OK， 咁冇乜特別嘢嘅，其實最主要你已經打咗個裂㗎啦。最主要我哋將佢收得靚，唔係靚，係收得長啲，等佢冇咁容易散啊，係咁嘅原理嘅啫。跟翻啲線去得㗎啦，盡量就係喺啲針裏邊咧，就唔好穿嗰啲線啊，穿嗰啲線咧都好容易佢會起咗啲沙嘅呢啲線，一路掹下靚佢，唔好錯得太緊嚇，都差唔多㗎啦。穿埋嚟呢度啦，咁就完成㗎啦。好，搞掂，係咪？收得幾靚？嗱，如果咧，因為咧，始終未完成㗎，我哋仲有2條揼須啊嚇。嗱，呢度咧，因為咧佢織完嘅時候可能有啲，因為佢係波浪形啊，咁我哋可以用，其實有啲人咧就用釘板扣針大頭釘拮住佢一晚，咁佢就行㗎啦。咁但係如果我哋冇咁多架撐咧，唔緊要嘅，我就有時會用啲燙斗直頭壓下佢，普通燙衫咁，你當然唔好話辣得佢好緊要啦。咁樣整靚就已經好靚㗎啦，已經等佢唔會咁攣魷魚，服啲靚啲咁解啫嘛，係咪？好啦，而家我哋咧最後咧唔好搞佢住，最後咧喺呢度咧要做2條好長嘅揼須，咁我哋預備下工具先。嗱，翻嚟我哋最後咧做埋呢條揼須就得啦。我先做咗另外一邊俾大家睇嘅，咁另外呢邊咧你當然就冇反轉佢啦，大家同一個面啦嚇，同一個面。我睇我冇反轉先，都冇嘅。OK 啦，咁呢邊咧就係做咗啦，咁呢邊係一模一樣嘅。我哋先預一條大概80 cm 嘅原裝嘅線啦，就打傷佢就變咗有40 cm 長㗎啦。咁我哋就會喺呢個位置最第一行呢個窿窿嗰度，嗰邊都係咁嘅，咁啊穿咗過嚟。OK， 好啦，預備咗咯喎，咁而家我哋就要去翹一條，擺咗過嚟先。我哋咁樣穿好咗，預備喺度先啦嚇。好啦，咁我哋就翹一條，係用你嗰個長度啦。你呢個長度，我想乾淨啲，我唔用呢度，我就用呢個白色當一張卡紙啦嚇。咁你就呢度咧，我就係大概有16、17 cm 左右嗰個高度嘅。咁差唔多啦，我覺得唔使咁長啊，太長唔好睇啊。咁個書嗰裏邊我叫你20 cm 添啊，我覺得太長。好啦，咁跟住咧就翹20至25下，視乎你自己中意啦嚇。20至25下，咁樣叫1下、2、3、4咁樣翹下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我呢度咧就有25下嘅
21、22、23、24、25，其實咧我覺得太多嘅，即係跟書做咗，因為我呢條線可能粗咗啲，應該20下都夠，咁我冇理由呢度25呢度20㗎，係咪先？咁就所以你自己可以試下先至決定啦。你睇下我啊，掛住講呢度係最大鑊嘅，一散咧我就揾唔到個頭噶啦，又要再翹過，激死我啦！好啦，我翹完綁出嚟啦吓。好啦，今次捉穩咗啦，呢個圈啊，加且呢啲線有少少滑捋捋啊嘛，最緊要呢個圈吓。好啦，搞掂咗之後咧，我哋就頭先呢度咪有條線嘅，唉，我又做漏咗一樣嘢，呢度應該打咗個裂線，咁唔怕，我呢度揾啲繩綁一綁佢先，如果咪就散晒噶啦。因為呢個綁法同嗰啲綁法係有啲唔同嘅，所以咧先做咗呢度先。掛住呢個步驟，又唔記得嗰個步驟。好，嗱呢度咧，我哋應該先打個裂嘅，唔記得咗。做完呢度之後咧，我哋先打一個1cm 嘅裂。得佢拉雙咗之後，拉雙重咗之後咧，每邊都係2條線啦，拉翻靚佢先。因為最主要係呢隻線嘅質地，佢滑捋捋啊，比較難控制。咁樣打雙之後，我哋其實就平時咁樣翹嗰啲，平時翹嗰啲嘅線嘅做法嘅啫，穿過去。左右手唔協調啊！咁樣整，嗱咁樣做啦，始終都係呢邊啱啲。好，圈咗之後咧，我哋要大概個鋪呢度同個裂嘅距離咧係1cm，因為俾佢我哋幫我哋一陣間圍巾嗰度圍個領嗰度係打裂嘅。呢啲就手工藝慢慢整啦。OK，就係咁啦。好，嗱呢度大概1cm 度嗰個裂，咁樣打咗之後就一個裂。咁之後咧，我哋又分開條線先啦喎。我哋穿住佢嘛，因為要分翻好條線先。OK。好，唉，終於都搞掂啦！好，嚟啦，翻個圈圈出嚟，唔好散啊！唔好散啊！唔好散啊！哎呀，真係，如果咪真係老貓燒鬚啊！嗱，呢個圈之後咧，我哋就要好小心咁樣將呢條線穿過嚟啦，就幫佢打裂啦。冇搞錯，好，穿咗過嚟，終於搞掂啦！唉，搞掂啦！嗱，穿咗之後咧，喺上面打裂，打個死裂。好，搞掂，抌翻佢落嚟。好啦，咁之後咧就係咁樣，再另外一條線打1cm就搞掂啦吓。喺度翹個裂1cm，都有條線噶啦，長啲，打個雙 double 咧，唉，捉住咗
尾聲啊，又係大概1cm 度，咁就夠噶啦。同樣地打個死裂俾佢。最主要係我呢條線咧，佢係比較滑啊。走咗出嚟就走咗嚟啦，我走啦，冇辦法啦，如果唔係我油絲散晒噶啦。咁樣啦，好冇有一啲線咧，佢好好用嘅，有隻棉線料，佢呢個尼龍質重啲啊，咁佢滑捋捋咧就好容易走線啊。好，搞掂啦。嗱，呢個波波呢個位咧又係預1cm度，呢度1cm度。咁然之後咧，呢度咧你就可以用個大鉸剪，咁同翻呢度我度一度先啊。我呢個揼鬚咧就係好似而家係10幾，我淨係度呢個位，因為我要剪啊。冇限嘅吓，你自己咧。我呢個13，咁所以我呢度又剪翻去13就 OK 啦，咁上下啦。咁我或者對住佢嚟剪咪得咯，唔使太過緊張嘅，補翻佢先，約莫個長度就得噶啦，咁就完成啦。哎呀，真係剪翻齊佢先，就搞個鬚都搞鬼咁耐。睇下啦，佢又滑捋捋，我又控制唔到佢，好蝦碌啊真係。哎呀，應該咁樣先，咁樣好啲，咁樣得啦啩？咁樣啊，好，搞掂。淨係搞呢個鬚仲嘥時間過我哋織，係咪啊？可以啦，完美啦。好，收工，執好啲嘢先。嗱，就係咁啦，佢個原裝版本。當然我哋要掹翻靚佢，我整翻靚佢俾你哋睇。好啦，回來啦。嗱，佢係一個大領嚟嘅，記住下，佢唔係咁細，所以你以為佢，哎呀，做乜咁大嘅？其實唔係，佢由個膊頭嗰度搭落去嘅，咁所以佢嗰個範圍咧係會靚啲、型仔啲嘅。咁而搭咗上去之後，你中意係呢度打一個裂，兩個棘住佢就已經夠噶啦吓。咁呢個就係前面嘅揼上係佢個款嚟嘅，好特別嘅，就係咁樣咯。所以佢呢個其實都唔一定係屬於即係佢唔係箍住條頸嘅，佢係喺個膊頭，好似一件T 恤嘅裙邊咁樣樣嘅，係好靚好特別嘅。咁所以我都中意去學下佢，我中意個鬚。反而我覺得最嘥時間整呢個揼碎啊，激死我啦！ OK， 好啦，你唔係咁樣並埋一齊，又唔係好特別嘅，啱唔啱？咁就拼埋一齊就特別啲，好靚。終於完成咗啦！咁希望我哋大家或者你哋整得個揼碎會靚過我。咁大家一齊努力完成佢，好冇？多謝你哋收睇。